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一，文昌里来去搞我的姑娘啊！哪有？臭油鸡，臭油鸡，臭不拉几。麻花糖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铁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卤半年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亲爱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古早人咧讲，无翁袂轻松，无某真艰苦。伫传统的农业社会，查甫人需要查某人款厝内。查某人嘛爱有查甫人通倚靠，才有才调过日子，互相拢有需要。一旦若失去另外一半，就会真歹过日。今仔日拍的故事，咱要来讲一个单亲家庭的老爸，安怎顾一个人请5个囡仔大汉的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台面人的田庄运命记事，一人一款命。现代社会有妇女、劳工、残障、囡仔各种关怀团体组织，连敢若有老爸也是老母娘这款的囡仔，嘛有专门咧关心的。讲是单亲家庭的关怀组织，照讲社会会愈来愈空间接着。哪知问题敢若是煞愈济，这应该是资讯发达、社会复杂引起的。这篇要讲的，嘛是一个单亲家庭的故事，讲到一个大人安怎苦心把一个囡仔拖较大。一般人的印象是查某人较有法度，不过，阮附近的番仔田迄阵，就有一个查甫人甘5个囡仔大汉的代志，有影是一人一款命，有价值捡来讲互世间人知。若去番仔田庄探听规庄谁上骨力，应该袂少人会承认讲是金仔。庄脚人生本就骨力，这无啥通学落的。金仔会遐骨力，有人讲是淡薄仔种着因老爸阿田，因兜土地做5分桶，比起来是有较少，阁有一半是伫轮仔后，水也无啥会着，规片那山地咧。敢来当打造种瓜番钱土豆，阿田讲甲真对。阮老爸就是怨叹家己留予我的田伤少，甲我叫做阿田，望我看有通加减田挂，学田地汤叶带，田做少是现拄现的，无法度啦。毋过做家就抢，做人就拼，土地若较轻便咧。嘛会生较侪物件。对这些人来讲，后生拢是好诶。毋过阿田会记起因老爸交代。阮老爸讲，为着要互下代甲人有一个比拼，甘愿后生一个就好。安尼阮后生欠啊，会有5分外地。别人虽望有2角，分互4、5个后生了后，得咧
无平起码较济。起码自细汉就听老爸苦劝，知影爱拼细做。毋过看人有骨力的兄弟，无论烧草、布田、挂稻啊，拢免请工。伊高骹手拼甲歪腰，佮若抢风赶雨，就操烦膝头袂赴。请人步步着工钱，别人是甲人放盘做，免开甲一仙钱。伊家己的事都做袂去，免哪有法度去甲人放盘。到要娶某的时，个挑工紧较粗勇的，拄好有人报讲，土人厝中有一个姑娘，人是无啥恰死，生长甲汉草拢算中班，警察骹步有较大。照迄时的讲法，独独介意姑娘迄粒莫大骹床，马力有够强，媒人报我讲的，温高生。煮碗过来了后，有影无识家己的气，照生产指数，一年一个，连续5年生5个，无甲一年人芳。人讲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查某人要会生，第一要紧就是食补。头一晚就有咧斟酌，二胎嘛顺事，山落就手淋泡，后壁爱，搁巴倒来共一个，真忝头。免哪有法度佮安胎做月来，到第4胎生了，三婆捡囡仔加真晦气，甲亲仔讲：好啊，通佮生啊，若无主仔身体是真爽哦。哦，我知影。亲仔想讲，四下也算有够骹手啊，哪知无张无弛，煞佮补第5个出来。迄阵医学技术无遐好，有就有啊。就好生，三婆捡万仔囝加真了骹手。人讲生会过是加酒芳，生袂过就寒柴棒。主仔目睭金金，人上中，无神无神，亲像咧甲翁婿会死咧，无讲无答就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起码一个查甫人做5分外地，佮要顾5个囡仔，有影真食力。因阿爸阿田佮少年操过头，伫做头摆阿公的时，就互人讲起妄论安歇啊。老母是人要好好，警察翁婿伤过熬，伊敢若3顿顾灶头，2骹2手，结果是斗带1、2个囡仔。但自我去了后，起码去残忍，甲5个囡仔拢放互伊顾。无2年，就惊甲放手对老翁去较规气。起码顾一个做事都咧艰苦啊，阁无几年做3摆丧事，喝棺茶，请师傅念经，面阿爸开钱上重，歹几条济，有想要阁找一个后手。毋过莫讲全无骗金了，附近无查某囡仔肯加价做5个囡仔后母，无打理话。家己喙齿紧加咧，拼甲乌天暗地。起码逐工透早5点就起来，先发落煮菜、煮饭、饲牛，甲精生啊换水款料，甲囡仔喊起来洗手面。好起来啊，好起来啊！大汉的介意共款食饭，细汉的饲米奶，交代大后生带2个小弟甲1个小妹，家己则甲万仔囝派咧脚接偏后，牛车顶款家私去田林做早起的工课。到昼紧拼转来煮饭，阁发到精神啊，碗池洗好，无时间休斗，就阁去田林，家己忙到日头落，无看见通做啊，则甘转去。到厝，别个查甫人即时就翘脚等食暗。伊是款人甲精神爱食娘，洗衫裤兼甲囡仔洗身躯，听候款哩都也暗啊。有时啊困无3点钟久，
就搁去田头仔顺产水，顾水是哪顾哪拄久，搁有公所、农会、学校、药房、庙林、厝边隔壁亲情陪队人情世事，里里扣扣拢着伊去，一天的工作量会惊人。有一摆，阮庄邻的阿英啊去番仔田挂稻仔，规班挂到上尾子起码因兜。头摆看到查甫人咧打点心，甲中昼顿互工仔食。你食的点心是谁煮的？我家己煮的。你家己煮的？嘿啊！翻顿工，专工去甲起码倒冰切啊，看要斗啊。规定囡仔拢要无通食，家己去灶骹找米红，后壁园仔抠瓜菜，煮互囡仔食。起码拄对田林种稻草，转来要煮豆。看阿英甲四个囡仔拢咧食，头摆转来厝有一顿烧穿便便咧等，甲骹只片的囡仔透落来，若饲米奶，哪流目屎？你哪会流目屎？无啦。足久无人甲阮煮食，想着主仔在生的日子，虽忙无闲，嘛会料理厝内事，无亲像即阵，伊爱母外兼顾内。阿英本底是嫁去老窑庄，死养了，互大官仔赶转来后头厝。伊生做大箍伯，面了了，真勇，甲主仔阁有寡相像。起码看到阿英感慨真深，这也无怪。过2天，田拢挂哩啊，阿英家己阁来番仔田，起码因兜，起码这时当然阁爱囡仔去田林。剩4个囡仔看到阿英来。欢喜甲一直叫伊阿姨。阿姨，恁巴肚枵啊未？我巴肚枵啊，我嘛枵啊。阿姨煮饭互恁食，好无？好。这世人，阿英毋捌感觉有人遐需要伊，带因佚佗，买4手仔互因食，佮共款中昼顿煮好，还袂等起码转来，就先走啊。阿姨有来过吼？有，阿姨甲饭煮啊。好，紧食紧食。起码看到4个囡仔拢骹手清气淡淡，佮大家欢头喜面，讲迄个阿姨偌好拄偌好，心肝头插一条，煞有寡望。过来的日子，阿英1个月有3、4届会来番仔田，本来拢到暗款好就走，无甲起码见着面。伊是惊歹势，庄脚人真够用话，敢若安尼，就有人风声讲：阿英的小翁，连迄死母甘五个囡仔都买，也毋惊人笑。就是啊，毋知下翁下偌久啊。确实，阿英的意思敢是安尼，连伊家己嘛毋知。起码本地生活真单纯，虽忙无用刺刺，总是暗时忝就困，一暝到天拍蒲光。哪知自阿英来了后，山困拢未落眠。日时佮膝头真重，精神真袂堪折。落尾手，常常去找媒人婆啊，让来阮庄人讲阿英要做后寿。起码一个查甫人要拖5个囡仔，有影是真会斗。加在
有恁阿英啊来斗骹手，甲起码因兜款甲有成一个家。起码的意思是，遐个囡仔都要甲阿英啊真有缘。要问看阿英啊，敢有想要搬来甲因斗阵大啦？这哦，唉，阮这个查某囝自转来后头厝，斗趁真济工钱，一生一度拢交互厝人，毋捌家己业使徛。恁阿英啊，有影是骨力骨轻欠，无人对伊会着。是啊，只是我嘛爱考虑查某囝的幸福。对啦，查某人总是爱有一个倚靠啦。毋过对方囡仔遐大拖，阿英若阁生会忝死哦。这毋是好亲事。哈，讲，要是爱看阿英家己注意。阿英，你意思安怎？我考虑一下。好，你想好斟酌，过两天我再过来哈。过几天，阿英阁去到番仔田，甲5个囡仔拢要洗衫。饭煮好，等起妈回来，做伙食饭的时阵，阿英甲起妈讲：为南婆啊，有来，我有斟酌想过，我会来甲你斗骹手，毋是一定爱要有一个翁婿，是毋甘即几个细汉囡仔食毋食，穿敢若家受咧。我毋知，也就准拄好。较输得知啊，要来看会过心。你用人来讲亲情是好意，这我知。毋过爱有阿母的缘，我是翁，你是某，这拢是咱无阿母的缘。你是欠斗做工课的骹手，毋是欠某。我嘛是袂过心接来的，毋是咧欠翁。我想咧，这个家我毋赢，我来斗3工是做心适性的尔。起码头咧咧，毋敢应甲一句话，敢若想到苦情目屎擦擦丁，滴伫碗里。阿英看到有寡毋甘，毋过心肝即时无硬袂使接，准做无看见，食饱碗伫洗好就走。阿英自安尼无过来，起码后悔家己伤冲动，倒伫眠床的时，就会怨叹家己无保命。囡仔有时啊会问讲：阿姨奶无要过来？伊咧无用，佮规工仔就来。总是几摆囡仔一直问，起码愈想愈烦，袂堪即气，就拍囡仔出水。拍了后，心肝头嘛硬，生活煞愈来愈无一个款。阿英啊，食老的时，捌听人讲番仔田迄个乞妈，家己一个查甫人，嘛是甲囡仔请甲大，佮几下拢真知情。伊敢若讲：唉，一枝草，一点露，一人一款命，拄着嘛得认命。今仔日的广播剧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起码关凯欣演出，阿田林依婷演出，梅兰婆啊陈英珍演出，三伯彭元英演出，阿英蔡培君演出，阿英的老爸罗江书演出，囡仔苏幸福苏文婷演出。庄民、陈依萍、林慕英演出。
暖暖十门客，咱来故事看万地。今仔日要来教闽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闽人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班路，还佫有慧玲。所以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因头这篇故事的感想，以及闽人生的回应。大家平安，我是闹台语随时的台语社做事人阿关。在这个爬远的故事内面啊，真侪小人物其实拢是唔认命的。袂讲伊的环境安怎，伊就好好安尼吼。毋过这篇颠倒敢若无啥共，就是起码伊就是有影敢若这无搭话的伊嘛想要改变伊即马的生活，嘛有去试看觅，毋过落尾敢若嘛无法度照伊的愿望安尼去过伊的日子，所以敢若无认命嘛袂用得。过来就是我想到即口罩因的处境，互我想到因为我是读社工的，进前有去社会福利国家，就是瑞典去看因的安怎做。我就想到，若是安尼的家庭发生伫社会福利国家，其实规个社会就会甲伊接起来，因就袂遐艰苦。囡仔会当受教育，老爸当好好去趁钱，社会的支持帮赞毋管是心理的方面还是啥物，因的生活就会过较无共。所以当然我是支持有福利国家安尼的概念的啦。毋过当然，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几10年前的台湾，所以无可能有安尼的好运啦吼。所以人生写这篇嘛是真罕的，有看到讲是一个查甫人带遐侪囡仔，所以嘛是互我一个新的迄个经验安尼。台湾社会真侪拢一个老母规对囡仔带较大汉，个什么？你拢有成就过，所以我想讲，无咧写一个查甫人诶，迄我想诶啦。我先甲讲吼，我对台湾读社工诶，我拢足尊重诶啦。台湾最重要就是社工诶人，即马在台湾是社工发挥真大战略啦。较早无知道，毋知影即马台湾发是社工这方面人发挥真大战略嘛。因为社会真侪面角角诶，社工拢足专门诶。所以我真佩服吼，因为安尼我就想讲，要用一个，就真正要用这个人，搁形象搁较明显啦。我叫做啥用台湾女性的形象无？用是我查甫人要制作的台湾女性的形象嘛。专个头讲写这个起码这个故事安尼啦。大家平安，我是陈路这篇。读了我头起先是想到有一个名词叫做恋爱脑，就是迄种小恋爱迄款人迄种人就是定到落尾手，伊若是无知觉着讲伊家己有即种状况的时阵，真侪拢会变做迄种恐怖情人、恐怖爱人产生就比较足恐怖的代志就是我感觉讲。这个故事内底拄好就是倒变，头前那个阿丈有讲到，伊就是调过伊要写一部写看卖一个查甫带5个囡仔的这个故事。阿英就变做是一个完全就理性甲拄则讲迄恋爱脑，伊无即种状况，而且伊伫足关键的时刻，伊伫饭桌顶看到查甫的咧流目屎，伊颠倒是规个都跳出来，就是讲袂使，我袂使软心。这个时阵，我就一定爱坚持我要爱什么物件，我无要爱什么物件。伊若这一步踏毋对，后壁就
真有可能会凄惨落魄。而且迄个结局就是写到遮啊，伊上落尾就是写讲迄个阿英仔就讲一句话，就讲一人一款命。我感觉即种真接看到的即种收尾，敢是阿仁要调过以后，咱读到遮了，开始去思考讲，若准是我会安怎做？我过去拢安怎做？我拢安怎选择的？我即马就是制作一个空胖，就是我会当想一下安尼。真好啦，这边拢无咧讲爱情啦。迄个10多年前吼，台湾本来管有一个就是讲要甲经20个作家作品啦做录音啦，台湾作家啦，台语敢若经我甲单雷啦，我就用这篇做代表作啦。我都感觉这个社会吼，对这款描写较少啦。我用心去创作这个故事安尼吼。因为无讲我毋是欠翁嘛，我无咧对无？甲男人都无啊，欠翁嘛毋是爱嘛，伊欠骹手尔嘛，这足清楚诶嘛吼。所以这边主要是写伊咧做家事啦，离国家有无？安怎照顾这囡仔，做啥物田啊？安怎？这过程嘛是咧讲一个古早一个主妇啦，家庭主妇查某诶哦，莫讲查某诶吼，伫厝里有偌无闲啦。迄个时代诶查某啦，查甫拢当咧做，连去银行、去学校、去啥物拢爱做。本来查甫咧做，要么伊连查某拢爱做，你就知影迄个真下人偌急啦。迄个时间偌急啦吼，用诶空间足少诶，连困诶时间嘛足少啊。常常要写防灾啦。我是为了我住德国，即几年甲大家斗阵学台语，感觉足欢喜诶。我看即篇吼，是感觉真侪人真是分袂清楚啥物是同情，啥物是爱情啦。即篇就写甲真真安尼。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讲着啥物是命呢？咱台湾人拢定定伫咧讲命即件代志。啥物是命？我踮咧真正我来想讲德国诶语序内底吼，真少有咧讲啥诶命是好命，啥诶命是歹命。咱甲即马台湾有写咱咧讲话，还是咧讲代志、咧评论代志诶时阵，就拢会讲甲无法度解决，还是讲啥物现象？讲你真好命，你有即款命，啥物命？是毋是咱真侪人，还是讲咱传统中，咱台湾人对家己诶命运有法度来掌握，所以较会讲着讲这命，安尼较袂去怨叹讲是安怎我哪会拄着即款较歹诶代志，嘿。这是我诶想法，还有尾即个珍惜家己啦，尊重别人即个想法，就是即个阿英我想象中伊应该是嘛是有学着第一摆伊诶婚姻，虽然伊安过身也是安怎，但是伊知影讲行入婚姻内底是啥物生活，所以伊会对这婚姻诶代志会想较清楚诶。尾就无答应伊，嘿，我感觉伊真有智慧，这是我诶感想。这个一人一款命这个命是运气啦，你不能说运气啦，不是写大命啦写大命是运啦，运气就是命这个世间人你拄到你家己的未来到底你拄到这个处境，影响到你的你若做就无度甚至就你若有无对去对无？你有读到嘛做呢要4个月这个目睭呢。本来厝内互伊看就好对免啦。起码拄到即款面对即款命运命，伊嘛是爱度过啊。当然，我过程我都无啰嗦讲尾伊囡仔毛做，就是讲你若认命啦，你若认命，问题拢会解决啦。伊安怎度过困境诶无？迄我都无咧讲啦，就但是讲尾嘛是讲囡仔拢安怎，咱问讲你会后悔无？问伊有无？伊讲就一款命伊诶命，我诶命嘛是安尼，我嘛决定我诶命无去打这打，起码我度伊，就证明伊嘛是安打，所以人一款命就是安尼来啦。大家平安，我是住台北诶惠玲。这篇写一个查甫人请囡仔，无查某人斗做诶辛苦。咱社会有一寡查甫人无了解查某人无食头路，是伫无用啥物。即点人生就看真明。
查某人就算讲无出去食头路，单单哦厝内事都有够无闲诶。煮食洗衫，顾囡仔掠外哦，这篇就写搁有啥公所啊、农会啊、学校啊、庙里等等诶代志。其实我以前嘛无想到讲查某人诶工课有遐尼济，后来想想嘛是啊，因早参加什么母姐会啊、传普渡啊、公妈做记啊、红包白包拢嘛是阮母伫咧发落诶。这篇还有讲这钦因老爸阿电为着卖互田地，因为继承愈分愈细地，就干那生一个后生。钦是孤囝，做田煞无人斗骹手，颠倒辛苦。所以钦伊娶某就特别紧莫大较大诶生甲死诶才感觉有够。钦伊诶选择甲因老爸就颠倒变，毋过因爸仔囝两个人对生囝即件代志，其实拢有拍算过，拢有考虑过，是理性的决定，毋过代志拢无照因所愿生活无较好过，所以讲起来嘛真怨叹，就是这台湾的做事人伊无管安怎变变生活拢袂较好过，无怪即个田园会拍远去。慧玲去讲真好我想阿管来讲嘛真适当因为对于这个台湾男女无平等的代志我较早捌讲过啦。台湾独立以后，男女的对女性的无平等也是未解决啦。因讲台湾独立嘛也是未解决啦。因为这性别的问题上帝创造性别要有性别什么款的地位甲什么款的工课。这拢有一个明白的迄落，但是人因为去互男性社会霸凌啦、观念啦、推落啦，拢去互社会霸凌啦。咱爸母代个时代是，因为咱无读汉册啦，什么咱从事德拢无读迄啦，就较袂啦。爸母时代女性的社会嘛，迄就是上帝主义啦。你汉化的社会就害啦，沙门主义拢走出来，男性主义拢出来，搁日本嘛是安尼咱拄真衰小日本人个害对女性的歧视变较严重韩国嘛是韩国古早我去迄落韩国走路，因某袂使行做伙，后壁几步呢？迄个查某因为若无法短下撇甲把水撇呢。即款社会我就是讲安尼我来写一个互男性去经验母的经验啦，才咁要写的啦。讲你知影偌惨安尼啦。当时你佫爱有原因毋知写老爸我是阿残啦，对你电我对下人我阿残啦，什么较侪残做阿残，就是讲较袂人分就变做残伤济，无做袂起对这慧玲讲真好，观察真有啦真有嘿。好，感谢面人先。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面人先的问题。我感觉这篇讲实在有足侪代志会当问的，安尼我想到一个问题啦，就是讲，你讲有熟悉迄落有嘛算是做台湾研究的前辈陈玉峰先生，伊做迄个，就是讲。伊又提出一个观点嘛，就讲台湾人的迄种价值观伫迄落王爷信用内底，就是讲，就是台湾人做毋过拢无讲，而且伊嘛无爱人知影，就是讲，敢是阿玲想要讲的，就是讲接受运命是安怎，你就是接受，你就会顺顺过安尼，就是甲迄个敢有相像。好，我先讲一个台湾人我一个观念啦，台湾人历史以来到当，较真嘛，拢是一个真歹的处境啦。台湾人啦，较早是讲信教的、信基督的因为有教会公布圣经知影外国的精神就搬走啦，搬去外国逃命。即我当然伊选择是对的希望因为了白字。有白医了，知影一寡资讯啦。其实倒去巴西、美国、日本拢会当挖一般人都毋知你选择住喺遮，你若选择住台湾，你就爱认命啦。
我意思是安尼啦。你若有才就走，做你走啊！我嘛安尼讲啊。你若有才就入去等人，我祝福你啊！你无才就走诶人，你着爱甲这变得好无？无变啊！我这篇诶主要意义就是讲命吼，运是命是永远诶嘛。你着去选择一只有无？你着无倒闭啊啦！老实讲啦，我嘛有资格去移民啦。照我诶迄个程度，甲迄个要选去日本、美国拢欢迎啦。但是我做台湾人啊，我呢一寡人就拢去互骗甲毋知影，迄个吼善海运迄拢毋是紧诶啦，迄拢毋是紧诶啦。咱袂使讲这目的嘛毋是紧诶啦，目的海运这拢毋是选择诶，拢拄着诶啦。咱对遮人敢无怜悯，爱怜悯嘛。我诶目的动机就是自己家啦，毋知讲成一款名。就是讲这篇啊，感觉是有迄落，这个查甫这阿 Kim 啊吼，是真紧弄破碗，伊会不会清楚讲这同情甲爱情其实是无共款的代志？当然，伊是将这个阿英啊嘛是心内中有，当然是希望带入来斗做事啊，就甲当做工具人安尼一种想法。毋知影是毋是你写这篇吼，是要写查甫人较冲动、较戆？这种个性啊，查某人有伊诶生活诶智慧啊，拒绝做伊诶某，即种无共款诶两性诶对照伫咧遮。因为吼，即摆毋是啥物冲动啦，毋是啥物啦，伊都咱有资爱共求救啦。咱做人吼，若有拄着问题，咱爱关系讲啊，阮都有会当人求救就求救啦。需要帮助，迄人就是安尼啊。家己困难讲出来，人求助，伊嘛无啥物冲动啦，想袂到阿英啊，伊嘛家己拍算啊。伊内面无啥物对毋对问题啦，起码伊挡袂牢啊，伊做一件代志已经根本挡袂牢啊啦。所以就讲，阿英啊算求救啦，阿英啊拒绝，拄啊好尔吼，这无啥问题安尼啦。即内底阿 Kim 啊看起来嘛，对阿英啊其实是无迄个意思的啦，只是讲需要伊，毋是爱伊。所以讲伊会工作 overload 啦，伤过超量啊啦。其实这就是我感觉现代社会爱情即阵物件，颠倒是无遐要紧啊。因为我感觉即摆看少年人的互动，就是因拢是真需要讲互相会当斗做啥物代志，这是上要紧啊。迄种爱情较侪是生物性的迄种需求较侪。我感觉即摆即种感觉较深，以前迄种 romantic 的迄种感觉，敢若较无，还是讲即摆口味较无共。对啦，对啦。我想要来请教咱四位在座的女性，若是无爱情，恁敢会想阿英啊去替阿 Kim 做这个工课？若是无爱情，我若永远无代志，那有要紧啊。真诶你会去做？你若有时间啦。哈，你若做会到啦哈，就讲你若有能力。为拢敢会去？无爱情，你会去替阿 Kim 做这个工课无？袂哈，迄无可能嘅代志，无可能。嘿，若慧玲呢？我袂，你嘛袂哈？伊欣呢？伊欣你会无？我嘛袂，你嘛袂？但是若是厝边隔壁嘛，是可能有淡薄仔同情的小可斗相共，对。但是阿英是隔壁庄的吼，伊专工走去因兜甲斗迄落的吼，敢是？安尼袂。我分享一个，我迄个啥，我高中的时阵要约一个我介意的查某，伊迄当阵就是买手一阵仔，家约一段时间，就是我知影伊有甲学长啊做伙，毋过我还是对伊做共款的代志，就是一礼拜4天陪伊坐车为树林坐到淡水，我才家己坐倒转来。我迄当阵就是毋捌交过女朋友，毋过我就是，迄就是我感觉对我来讲，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就是规个人活伫迄种恋爱脑内底，就是迄个romantic的迄个印象，就是安尼，就是毋管啥物代志，我会当了时间，就是规个人陪伊去坐公车嘛好。就是，迄就是爱情嘛。对，我感觉这是爱情。
我要请教阿仁先哦，就是这起码伊请媒人婆去讲亲情，阿英无随甲拒绝，伊是先考虑几若工，才去找亲嘛。为什么是安尼安排？毋是讲阿英就直接拒绝就好啊？第二个问题吼，就是阿英伊就讲这翁仔某爱有这个翁某缘嘛。翁某缘这伫李岩迄篇，文革嘛是强调讲伊甲连伫毋是李岩是无翁某缘。阿金先，你是毋是真看重这翁某爱有翁某缘？吼，还是讲翁某缘敢若是讲因为咱若拄着迄婚姻无顺利为着要安慰，互心内会使接受，才安尼讲的。好，了解。这个吼。咱台湾人有一个个性就是小性咱若要提出要求吼，咱袂使讲随人讲好啦，因为你即句好的代价，咱台湾人讲好就好啦，但是付出代价，你敢毋知敢若偌大毋知啦。所以讲交一个医生讲，我得考虑一下，无最大人。虽然当前你若伫咧讲当前时间讲好，你就歹收煞啦，做爱考虑一下吼，这第一个问题啦吼。第二个问题是讲，翁某缘这代志吼，伊感觉甲这个人会当做伙过家庭啦，吼。我一般啦吼，所谓翁某缘，当然我对这个家庭有夫妻这个制度，我并无啥无满意啦。但是像我就拢大某世人拢家己啊，真侪时间拢家己一个啊，我就无翁某缘啦。所以迄是个人的无一定的价值观啦。判断啦，即嘛真侪人囡仔，我像阮边个迄邓老师傅因两个囡仔拢真好但是到30几岁，毋谈你毋有女朋友因无想要有家庭所以即款家庭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嘛。咱无讲伊毋对啦，但是个人要受权利去想讲伊若有咧想啦，想讲伊到底有一个家庭无？当然，你若讲要乱来无结婚，迄嘛 OK 但是你要品命毋通互是互有诶，我毋知影啦。但是较早女性就感觉讲乱来就是要结婚啦。所以日本人有一个问题讲，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日本人有有这句话无？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就是讲咱交往的尾也就是要结婚，再来交往的安尼啦。我是无认为安尼。当然唱名才好啦。我感觉家庭、婚姻、甲恋爱拢爱分清楚啦。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凤珍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个一人一款名吼，伊的男主角叫做金女主角叫做阿英金是这个医生带主主生5个囝，第生5个囝的时阵，咱无去嘛应该讲大人袂使讲无去，就咱过身啦。这个我感觉阿玲咧写这个时候，有一种互我想到迄个嫁妆一牛车，王晶豪的嫁妆一牛车。伊咧写金的时阵像迄王晶豪就捌讲，伊咧写嫁妆一牛车的时阵伊感觉有当时伊对迄个男主角伊会感觉对不起伊，那像家当做一个黑色的笑话咧写，那像伊感觉伊真可怜，毋过毋知写煞变做一种有一种黑色的 humor 这个人一款名嘛是，比如讲伊讲金因老爸叫阿田嘛，阿田因老爸因为因某过身了无偌久，伊5个囡仔就爱家己顾对无？5个囡仔家己顾了后，因老母伊才有写讲因老爸阿田少年超过头了后，伫咧做头摆阿公的时阵，就互人讲起即个忘伦安休即搭我感觉就是过身，但是伊会写讲超过头因老母因为顾孙顾孙伤忝了后最后伊就感觉讲也是情差红婿伤过头
就是因为阿田因某嘛，就是去买因老母嘛是本地是食好做勤考的，所以伊后来就原来想规气对人去，互顾孙伤忝嘛。哎呀妈，这有一种特别的趣味，但是嘛毋是趣味啊，就是讲我感觉这故事就是安尼写。啊了后，起码家己4个囡仔伫厝内，家己迄上细汉的去做田嘛。有一届去阿英发现讲伊遮尔歹命所以阿英因为阿英是嫁去隔壁老药庄的人，因翁死了后去用赶转来后头厝。阿英伊无生，家己无生啦吼。伊看即个亲妈因囝吼真可怜，所以伊就趁亲妈咧做田的时阵，伊走去亲妈因兜去看迄4个囡仔，了看因真可怜吼，就甲因煮食互因食，佮甲因换迄个骹手洗清气。有几啊届来啦，浪芳来安尼，毋是讲逐工。起码就咱受到感动，想讲是毋是爱去因兜讲亲情，请毋人无去讲亲情。去讲亲情的时阵，我感觉阿英因老爸真好，就是讲伊认为讲这查某囝爱查某囝家决定。阿英讲伊会考虑。了后过几工，阿英就去找亲妈，甲伊讲。我死翁，你死某吼，这拢是咱无翁某缘啦吼。你毋是讲欠一个某，你是欠一个人甲你斗骹手啦。伊想的吼，伊感觉讲吼，也是无互相无适合结婚所以阿英咱就安尼就咱心肝俩瘫痪，无去起码因兜甲斗3工吼，才袂造成其他的误解。当然这故事后壁就是起码家己甲5个囡仔请大汉，佮看这个描述嘛是用甲真将在。重在啦所以我感觉讲阿英这个个性我感觉真好，就是讲伊毋是讲查某人一定爱我靠查甫人才会当过日子因为伊死翁回来了后，伊家己趁钱食头路，因嘛会当家己维持，伊趁的钱佫拢会当互因老爸维持家庭的生活，伊是一个有经济独立的女性，新女性所以讲。我认为讲，这内面阿英这个角色是一个真纯真善良、真有义气的人，嘛是一个女子汉、男子汉。伊就讲，我感觉伊也看这会开伊讲一枝草一点露啦一人一款命我感觉阿玲迄写女性比起其他男性来讲，阿玲写甲真好，而且透过阿英的讲话，阿英的声音会当出来，咱会当了解阿英真实的循环，安尼真赞。暖暖赞文溪，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种着”这句台语词，节目上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协会理事长萧林春老师为咱来讲解这句“种着”的意思。种着，这种着，这种是做动词，因为后壁放着，就是遗传的意思。种嘛会使讲食物的种子，品种嘛有遗传的意思。迄个囡仔足种因老爸足成。怎讲成可能较济。小鸟问，
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đình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贤、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上的故事是印尼新娘，欢迎准时收听。北岭西